唔係唔愛你，係佢知道你係唔會走嘅。你有冇試過食飯你準備，屋企你打理，孩子你照顧，你每日忙到斷晒氣，佢連一句辛苦晒都冇，你以為自己唔介意，但係一次佢忘記疏忽略，都係你心入邊好似一把刀咁樣輕輕咁樣鋸落去嘅。後來你先發現你唔係呢個家嘅主人，你係被安排嘅啫。去邊度佢決定，點樣教小朋友佢話事，連你開心同埋唔開心啊都要佢批准啊。佢仲對你講啊，你咁樣做係為咗頭家好咩？但你心裏好清楚，你係被控制住嘅，被限制住，甚至被壓住呼吸唔到嘅。最心酸嗰陣時，你明明已經做到最好最極點嘅，但係佢從來都唔覺得你嘅付出係理所當然嘅。你問佢咁辛苦，我好攰㗎喎，佢就答你，你可以唔做㗎喎，我又冇叫你做。你會問佢，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陣？佢話佢好忙，結果咧佢就陪嗰啲豬朋狗友，陪佢屋企人，但係偏偏就唔陪你。所以咧，你唔係唔好，但你已經對呢頭家已經做到最好，消耗極大到極點。但係而家連自尊都冇咗，直到有一日佢以為你會繼續忍落去，但你突然之間變得好平靜，你唔嘈交，你唔喊，你唔求佢，你只係做咗一個動作，就係把自己放咗第一位。你開始做自己想做嘅嘢，開始拒絕無謂嘅要求，開始唔再圍住佢氹氹轉，你嘅世界由佢主導變成你自己主導翻自己。就喺變嗰一刻，佢突然之間開始慌啦，驚啲乜嘢？就係因為佢第一次發現你唔係唔會走噶，你係會走噶，只係你以前太愛佢、太忍佢、太善良。所以姊妹，婚姻唔係睇邊個啱邊個錯，係睇下邊個先唔夠忍耐力，睇下邊個更唔怕失去。佢唔怕失去你嘅，就係因為你從來俾佢感覺上係唔會失去佢嘅。當你把呢個力量放翻喺自己自身嘅上面嘅時候，婚姻呢個位先會變動嘅，佢先會識驚嘅。認同嗎，姊妹們？如果你聽到呢一度，你心入邊都覺得好痛，講得好貼地嘅，你覺得我講緊你，就留言一句：我想清醒啦，我要醒啦。我會送你一段婚姻覺醒冥想嘅語音，幫你由今日開始唔再迷失，唔再委屈，唔再沉默去換愛吓。所以我係 Monica， 婚姻修復資訊顧問。過去我試過好白痴嘅，甚至我好貪心、貪真心、貪佢值得、貪佢愛你嘅人。希望你都學識點樣重新選擇自己。最緊要就係做對一件事，有乜嘢都可以改變嘅吓，唔需要做多，淨係需要做到一件對嘅事就搞掂啦。所以留言話我知，同埋我會送你一段婚姻醒覺冥想嘅語音，等你學識點樣去用自己嘅心去選擇自己做嘅事，就唔好沉迷當自己係一個保姆，免費咁樣為佢服務。關注我係 Monica。所以你最後改變嘅唔係佢，係你自己。婚姻真正修復咧，從來唔係留住對方，係幫你揾翻你被忽略嘅靈魂。如果你都想揾翻自己嘅力量，我可以喺一對一入邊陪你睇清呢份愛背後嘅能量。你唔需要快，只要願意，宇宙會替你推開一步。你認同嗎？關注我，聯繫我，我係 Monica。